来关心哥伦比亚的总统候选人乌利贝，伊伫咧行路演讲的时阵拄着枪杀，伊头壳着2枪，脚头有着1枪，即马人还伫咧加护病房的。目前是有抓到一个15岁嫌犯，不过这枪手伊犯罪手段看就是真有经验。即马警方嘛当伫咧调查，讲即个少年家敢真正就是即个枪案的主谋。 哥伦比亚上千个民众行上街头抗议，共同谴责暴力，因为因支持的总统参选人也是现任的参议员乌利贝，伫首都波哥大发表竞选演讲时阵，煞叫人考枪。乌利贝伊的头着2枪，脚头有着1枪，规身躯拢焦毁，倒伫一台白色汽车的烟引挂顶悬，互人紧急空运送医救治。医生为伊做心经外科加周边血管的手术。乌利贝经过1届手术，目前转入加护病房，等伫关键恢复期。 Miguel sigue luchando fuertemente por su vida y les pido a cada uno de ustedes que sigamos en oración fuerte, que no desfallezcamos y que estemos unidos en oración. 根据了解，涉案嫌犯是一个15岁少年，作案了后当场互慰安人员逮捕。目前警方也无对伊的犯案目的做出明确的说明，只是台人的犯案手法真老练，枪法阁真准。 是毋是这个未成年嫌犯都是真正枪手？警方会一个一个查清楚，并同步调查嫌犯是毋是有牵涉到组织犯罪，还是政治背景。另外，波哥大市长嘛要求保护这个杀手，才通找到更侪证据。 Frente a esto, la Policía Nacional, por disposición del Ministro de Defensa Nacional, ofrece una recompensa de hasta 3.000 millones de pesos para quien nos dé información adicional y complementaria. Entonces, toda la actividad hoy se concentra fundamentalmente en que siga vivo. 乌利贝事件也互伊的家族背景真受注意。乌利贝的阿公 图尔拜捌伫1978年至1982年担任哥伦比亚总统，伊的妈妈捌伫1990年互人绑票，搁伫1991年解救行动中死亡。伫2024年10月，乌利贝选择伫妈妈死亡的地点宣布参选总统。哥伦比亚的总统大选时间是2026年5月31日。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。